太陽經原文：傷寒，若吐若下後，心下逆悶，氣上衝胸，喜則頭圓，脈沉緊，發汗則動經，身為震震搖者，服苓桂枝白術甘草湯主之。喺入邊嘅發汗則動經呢一句係點樣去解釋呢？動經嘅關鍵係個經字，而經係指經脈。動經嘅意思就係血液循環嘅變動。發汗則動經嘅意思係，如果對患者用錯咗發汗嘅方法，就會導致佢哋血液循環嘅異變。呢個由於誤字所以導致嘅辯證，甚至會令到佢哋身體搖擺不定。呢度似乎暗示為真武湯症，不過佢嘅核心意思都係苓桂術甘湯嘅主治之症。